退休的维吾尔女士被捕，刚退休的维吾尔教师被带走并关进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所谓教育转化营名义下建立的集中营。瑞伊罕·古里·阿西姆，1968年生，小学语文老师，2018年4月10日退休。同月17日，在家中被中国警方带走。据说瑞伊罕·古里和他的亲戚没有出国记录。马来西亚总理说，维吾尔人被释放因为没做错事。马来西亚总理首次回应释放11名维吾尔人。马哈蒂尔在该国议会对记者发表简短评论称，他们在马来西亚没做错事，因此被释放。这是此事件引爆争议以来，马来西亚政府首次作出回应。国政府要求马来西亚遣返他们至中国受审，但维吾尔人的律师表示，检察官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决定予以释放。挪威国王将关注维吾尔局势。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表示，在访问中国期间，他会关注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当挪威记者问他是否打算在访问中国期间讨论中国人权问题和集中营时，他回答称，作为一个西方国家，我们对这些问题非常敏感是一个事实。我们与中国建立对话，这次访问肯定提出这些问题。谷歌是否会支持中国打压政策？中国政府要求科技公司支持其在东突厥斯坦的打压政策，其中一个是谷歌。本公司企图在中国开展商业活动。美国议员和人权组织批评谷歌可能支持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监控维吾尔人。特朗普政府已对谷歌与中国的合作表示不满。如果谷歌放弃基本的人权原则，他们将会受到更多批评。中国常援建塔吉克斯坦政府议会建筑群。中国15亿大萨币无偿援建塔吉克斯坦政府议会建筑群。塔吉克经济发展与贸易部说，在塔吉克首都杜商别所举行的这次会议上，双方签署了关于兴建塔吉克议会和政府内阁大厦建筑群的备忘录，同时互换了相关信件。有分析评论认为，中国在塔吉克的活动可能同东突厥斯坦和阿富汗局势有关。